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知。董事丰年省发强快速透露，一般简单讲，公分快有9.614公里长，还冇到10公里。对半夜带有30标案通过宽频，2标案爱到第二阶段宽频以来，引起俺的宽频历史上为罕见嘅一则宽频2则结论的争议，因有民间团体抗议，甚至打实体诉讼。其实对2003年规划多建一条路经过为县市合并，对台中县政府19本合并过後嘅台中市政府，又經過為胡志強同林佳龍藍綠兩任嘅市長，對起工、停工、過復工一條路行啊這麼艱辛，到底有必要開一條路麼？寬頻嘅爭議又係乜嘅呢？因為按到嘅社會成本，最裡面更會從米利灣響樣變做俺嘅寬頻歷史上哪一隻里程碑麼？來看俺嘅報道。是否強定？是否強定？不公不義，不公不義。反對黑箱，反對黑箱。守護時間，守護時間。一群沙港反政府持久非民眾不滿本單停工東方快速道路拆咗2則反平安過關，自家不卡同土地做本人證書機，和台中市政府頭前來拍布條抗議，竟還看到哪係記得市長林佳龍嘅年輕牌。為什麼1、2標環評沒有通過，3、4、5標可以開工？一定開工開有啥物人看？開有啥物人看？大家知影無？酸民啊！為着啥？為着錢啦！啥物啦？一條路恁兜的厝會使規1、2樓先賣去，3、4、5樓先去無？會使無？很遗憾的就是说，它其实是完全没有变更这个路线的状况之下，又重启环评。那这个重启环评的结论其实是非常离谱的，因为它其实结论是说实在，并不是所谓附条件通过环评，它是直接全案通过环评，但是在第2點跟第3點的地方附加了2個點，就是针對國道4號到石岡這一段。國土4號到沙港一節最首講1、2標做開始第2階段的反評呢，對東市到豐原的快速道路本做5則標案，透過去豐原一節到沙港市區的1、2標，經過公路屏山區的崩龍山工廠，正面通過的茶龍埔團車，行過係順向3排，引起議論。3、4、5標並冇通過地震敏感期，已經通過反評。其中第4標做到去年8月的開工，到今年2月的停工，也還留等2則基礎，做敦途大家跑道項。還說從頭到尾沒有一頁、沒有一行字有這個所謂的1、2、3、4、5標，因為環說書審的是一個開發行為。那1、2標照理說是一個正常的案子，在拿到他的許可之後，是在發包之後的這個分工進行，或是分期進行。所以所謂的1、2標，這個反正他就是為了要3、4、5標可以通過去打造出來的切割方式。反評委員用離譜來講，認為一則反評案冇做一則開發行為，應該杜槍一個結論。不過東豐快速道路係反評唔是按樣做理嘅，就係走出2則結論來。對反評過程來看，林志玲認為市政府當局想過關，根本唔想做實質的審查，連現場會勘都要求反評委員唔好下查去看。照理說，我們其實當初是要求說應該要組專案小組，但他並沒有組專案小組，因為他急着想過，他們並沒有想要。現在再回過頭看，其實他看起來市政府並沒有想要做這個案子本身的實質審查，他只是在跑一個程序。4、5標的部分因為已經動工了，所以他們希望這個已經動工的這個工程能夠趕快進行，因為林佳龍在民調部分已經被票選是吊車尾，6都來講是吊車尾，而且被譏為停工市場。那為了杜絕這個爭議，他們希望趕快開工。他已經回應了我們石岡居民對隧道段的不安，回應了我們環保團體，不管是在地的或是外地的環保團體，他們的這個訴求。我覺得這一次環評大會的結論，他們都應該有得到他們的這個訴求。對台中市政府角度來看，要顧到環境，要顧到地方發展，按樣做得講2片都顧到嘅。看下東豐快速道路嘅發展，台中縣市係咪合併前，
清早係對2003年起始整起，2010年初步決定路線安樣嘅行，去年8月嚟開工，今年2月嚟又停工，到8月底通過嘅鐵橋團嘅反片。這條豐勢路多年來已經每禮拜總要塞車，因為塞車到沒辦法，本來東西都下工，像干那10分到20分的路程，結果兩晚只要假日，總要將近1點鐘的時間。他會開一條這個聯絡道到新社，從石岡國中上到新社上來，這條道路是整個山城區域的主要的一個生活圈，這是非常的重要。10幾年前，那時候在談國道4號的時候，要蓋國道4號的時候，就已經在思考這條路要不要到東勢。那因為一些當時的時空背景所以這條路當時並沒有延伸到東勢。那等到國道4號蓋好了之後，大家覺得說，這個沒有到東勢很不方便。一搭俾沙港新沙同東勢夾嘅素材，平常時冇塞車，青島10個人分鐘就到一到國西十號路橋，見到到禮拜6日塞車，至少40分鐘，要做 CP 卡加時間。實際上，10個人年來，東勢對外交通做得講下意思豐勢路，舊年大鐵通發生加下，這樣是豐勢路還是過唔得，而舊仔人落唔去，想出來人咪出唔得，這樣是做民講嘅規劃。放在舊仔嘅套路，尤其也過套4號已經確定要開到潭子，可能那一條插走嘅東豐快速套路都也還無出。國道4號因為台中74號環線的問題，還有整個國道1號它的現在交通瓶頸發生了，所以就在思考說，怎麼樣把國道4號延伸到潭子去接74號，所以在整個這個路的爭取過程當中，第一個路線它出現了一些變化路線變化之後，當然豐原跟東勢這個部分，它的需求還是很強。事實上，我們只有一個台三線防災救災是不夠的，所以這一條路它本身就提供一個防救災的替代道路，甚至於是主要道路，將來是有這樣的功能。對前市長胡志強認為，我林佳龍做市長，南北政黨都討論交通，還有救災功能。實際上規劃路線咩唔是改變過。呢位講起身對2年前咩整下嚟個鋪費，留經費指定下來，佢希望按上網整起來經費唔好大鬆脫。我去協調了好幾個不同的單位，包括交通部，包括內政部，然後呢去用生活圈快速道路的經費這樣子來編列，所以去把這些錢湊起來，總共中央差不多湊到73%的經費，也就是以目前看起來大概61億多的這個經費。南岸現在就是現行的這個版本，沉水道。那北岸其實是來，因為當初有很多各界的質疑，尤其是石岡居民很質疑，那他就故意再弄一個北岸。延開環境影響說明書，青態議論主頭128高龍的部分，也大概係中央體質調查所公布，靠我本山冇做推山的素材，喺度呼籲民眾大拍講，一前山替代加上乜見河見路，根本做唔得幫忙。那雨水期你咧對面遮，你就講即馬雨水期，你聽我來看，逐年放，你若車停佇啊，你就有份都得着啊，佫要對遮過這實在無理想啦。這搭咧房山這邊來講雙邊放，你要講要去挖坑來講，迄嘛無效啦，無迄個價值啦。這個部分其實完全不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這個施行細則的規定，因為沒有這一項，沒有這樣說全案通過，然後裡面其中還有一個是經2階的，這是完全荒謬的一個環評結論。台中市政府要清楚128喺度鐵質敏感期，強怕天意集團的反評或東南過關，也當地嘅規劃替代方案，後半1到500做得早時間全線開通。重點是提替代方案。其實1、2標進2階提替代方案，它是一個開發單位的環評承諾，這個是很明確的。相關的法律的問題，其實我們的顧問團隊，大家都研究得非常的清楚，也有案例。也有一些案例。
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今日拜托浪漫台3线的行程到香港，佢哋塔个当第一条快速道路，因为开一条利便、安全又夹嘅道路係政府嘅责任，也咩台中市政府也下立场。有环状的快速道路，那我们现在就是在推动3环3连，那其中当然台3线，就是现在这个蔡英文总统候选人他在提倡的，希望能够透过这种公路网，那把旁边的这些客家的产业文化还有观光都把它串联起来，这个也是我们台东市现在希望来推动的方向。从北台湾延伸过来这个客家廊带了，其实我是相当同意这一个说法，就是说台3线的交通负荷量一直受到当地人跟外地人的质疑，大概多数人可以理解，大概又是因为选举期间，除了非选举期间的利益绑标之外，一定还有就是像这样子的选票考量，因为长期以来我们也听到了很多这样的，就是说，有的居民有这样的需求，那有的居民是抗拒的，那这个呈现的就是说，那谁对政客的那个影响性重大？兼在美选举期间，东风快速道路总冇有各党各派人潮来潮底下。一条路开工，天公又再个开工，本无马进展。刘耀发动天天，民间团体按3万按坚持而做好尝试，不过今日时候佢有理想，结果冇做到目的，颠倒伤害到蔡天人的权益。各方团体能够回到一个比较折中的方式来考虑这个建设的项目，而不是在天平的两端去用呼喊的方式，然后让这个事情就是没有进展没关系，可是因为没有进展而造成的不当的这个损失，其实负担的都不是在喊的这些人，负担的其实可能是在地的。备查以后，我们就会尽快来办理第4标。第4标目前是依法暂停施工中嘛，我们会先让第4标复工，然后呢，第5标它是公有地的一个路廊，那也没有环评上任何的问题。所以我们就会按原案来进行西部设计。台中市建设局也针对各个环评委员意见回应过后，送环保局批查环评书。工厂的进度第4标已经准备再个开工，稍下来係第5標嘅詳細設計。那個第3標要等1、2標嘅第2階段環評結果出來，研究路線怎樣接起來，才會開工。現在環評沒有社會經濟層面嘅影響評估，學者建議唔當趕入機會好好嚟檢討地方嘅整體發展怎樣嚟做。過去的舊政府從來沒有就這一條路跟地方到底要發生什麼關係，好好去討論過，只一直糾葛在要蓋路。我認為新政府應該趁這個機會，趁這個節骨眼，好好的跟新社、豐原、石岡，還有東勢，甚至台8線，到底要發展到什麼階段，都趁這個節骨眼把它拉進來。當初以前市政府在規劃石岡這一段的時候，它的土地徵收是有考慮用區段徵收的，那就是結合整個地目的變更這些等等，去帶動地方的一個繁榮。所以我們也希望說，未來的環評它不是只有考量自然環境因素，在社會環境因素的考量上面，也能夠更加的琢磨。第2階段的環評還沒開始，不過歷史柯小珍已經同沙港人聽上槍書念，而打行政訴訟，檢察親面確定環評的結果無效，給工廠還要繼續無奈。市政府建設局保證，路聽說唔會做到一節節嚟變過唔得的路。現在讓它開工了之後，最後卡在前面2標，萬一沒有隧道了，你要改走這個大甲溪北岸合體共構，有沒有辦法去銜接？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。不管1、2標的這個結論怎麼樣，將來這條路一定不能浪費。好，所以我會檢討到怎麼去銜接，包括如果說1、2標真的環評沒有通過，那我們要來怎麼樣來使用這一條道路？一旦有居民提起訴訟，它一定會被撤銷掉。那又衍生什麼狀況呢？就是像美麗灣一樣，就是說你訴訟被撤銷再進行，撤銷再進行，就是耗費社會成本。但是你的工程案件呢，大概就會像美麗灣一樣處在那裡，那你永遠完不了工，那就會造成一個什麼樣象？就是大家皆輸，環境輸、居民輸、政府公信力輸。
开一条路七股八塔，各讲各嘅。东风快速道路行过一站开工，天公又再过开工。停电背后还有天意集团的返聘同行政诉讼等等呢。以像主要讲，爱夹电动慢，水面还可能会像迷你万样嘅，托返聘历史行又系一类无出不得不起的理由。